来继续来看日本甲韩国来台湾观光的人数，每一年加起来有300万通人，这个人数是真多。但是讲有韩国的女性观光客伫台湾去互性骚扰，讲是去互嘛是来台湾观光的外国人偷摸这个尻川皮。这个阿斗甲色狼最后是当面来道歉。只是对观光客来讲，来到台湾拄着这种不淑的行为，一定会对台湾的印象大大来扣分。来台湾观光，这个韩国一个小姐行入饭店的电梯，准备要去买物件。这时另外一个查甫房客嘛，对咧入电梯。这个查甫人眼神真奇怪，一直甲看。煞来找伊讲话，这个小姐先礼貌性甲笑一个，煞来就喊头表示拒绝。也毋过这个查甫人客好亲像毋肯放弃。这个小姐行出去了后，伊嘛对进前，甚至伫镜头无翕到的所在，对这个小姐无礼貌，闹去到派出所。就是旅客他坚持提告的时候，我们是第一时间就是去警局备案，就是去报案的动作。那我们饭店也积极的做处理跟配合。台北艋舺我龙山市新闻顶的相关，时常是日本、韩国观光客来台湾观光时一大的所在。敢若一年来台湾观光的人数，日本、韩国加起来就将近300万，韩国就100万人次。也毋过想袂到，即摆煞拄着要讲亏无成，讲往尻川皮色狼，或者韩国这个小姐真伤心嘛，真艰苦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色狼毋是台湾人，伊嘛是来台湾观光的外国人。发生这个案件，双方拢是外国人，最后决定是无要提出告诉，是讲要安怎避免，只能提高警觉，上好找朋友做伙行动。警方嘛加强边仔的巡逻勤务。